嘉义民乡有一间专门做草烧的合作社，因是利用稻草来做这草烧啊，会当变做是国内一寡包装的材料，也会当外销去到日本，把农业的废弃物变做是产品，创造真正环保的循环经济。甲稻草整理好势，搁放入去机器内底填做草烧啊。嘉义民乡有一间专门做草烧啊的合作社，这稻草唔但拢无压过雨，而且搁经过日头晒过。大工早时啊，合作社人员会去田内底一车载回来。疫情了后我即摆今年收60架，我以前拢收130架、150架迄个。其实六七零年代，规个庄头啊拢咧拍草烧啊。嘉义县环保局指出，透过科技设备的协助，嘉义县内收稻草的状况已经比以早改善真多。合作社讲，用稻草拍出来的草烧啊，和农业废弃物有机会再利用，也若放火烧掉，唔若无采，佫会造成空气污染。至高的监控点，咱会去看它的，若准天气好的时阵，才会当看到10公里远的露天燃烧。啊，若发现之后，阮当然就会去到现场。啊，有时会用迄个无人机去空拍，看到伊的露天燃烧。你给包咧单咧，他就不怕物件去弄掉去用破。像中钢伊就是咧拍伊的替芯嘛，啊水泥厂它就在绑它的水管嘛，是保护作用，是属于那个包装材料这一类。一捆一捆的扫啊，拢准备等要交货。这个合作社是台湾目前搁咧生产草扫啊的所在。业者讲，虽然有心想要来延续这个工作，但是欠工人工成本高，互拍扫啊愈来愈歹经营。希望农业单位会当来重视，或者个传统产业有延续落去的机会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